家里那些差不多是。
天地的心啊，有性有心有天，很基本，这是咱的经验。因为性咱有做书咱有啊，咱有关系开始实在讲，咱嘛可怜时代，可怜时代，做书的对咱就知。有阵什么老大爷在看？咱只有跟随着什么老大爷的后边阿婆来讲，跟他走，先讲孔武祖叫他的弟子跟他走一样，我们也不会得到影响。因为老人